即个电脑的时代，你嘛无即个输入法，你即个语言学袂落啊。所以我20几岁的时候，我就即个觉悟，所以一直伫开发即个输入法啦吼。为轻松、介轻松、也轻松啊，即摆信用的即个输入法吼，伊有5个特色，即5个特色，其他的输入法无啦。吼，所以讲第一个特色就是讲，你使用者你要拍汉字、汉罗。 到底直直拍咧，还是要拍干那罗马字？哦，由在你决定。哦，毋免讲到在切换啦。所以伊出来的时阵呢，互你选，一个是罗马字，一个是汉字，互你选。哦，啊，你袂当拍啦。啊，使用上大吼，啊，佫一个使用者会当使用家己爱的字形。即摆播你啊看卖伊个显示窗里面，干那啥？加姓氏名体吼。 啊！你即摆你会使选你介意的其他的字体，上重啊就是讲迄个大小，干那10字，永远就遐小。啊，我知影讲咱人会老嘛，会老发现啦，所以迄个你会当调到上侪70字啦。哦，我计条仔小可讲者吼，伫你的制定尺度内底，会当去阮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佫第三嘛是其他的输入法。 你拍袂出来就是无有法啦。啊，即个输入法你拍袂出来，你会使家己制定尺度，你家己去互定落，啊，甲你拍就有啊。哦，就讲我的内底家己文嘛拢加落，啊，要迄个你要拍日文，毋免搁去切换，你直接你即个输入法我会使拍。哦，这有遮个好处吼，所以希望咱大家会当好好啊来利用吼。 要建立法律思考，即个建立思考，佫会当做你的记忆啊。恁兜的地址足长的嘛，敢毋是？你要拍的时阵拍毋知啦。哦，你会使家己定一个，啊地址，啊，你的地址就出来，免一字拍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开发这了吼，咱迄个教会有一个主的祈祷文。哦，你啊只主的祈祷文，即几字，伊所有的拢会造出来就对了。 所以，迄个新人伊毕业咱的牧师，要做牧师爱考标的是嘛？哦，以前因拢会考即个主的祈祷文，规定啊主的祈祷文袂使用电脑，因为我去新人伊甲伊教啊，因为伊出来就晓啊，因就免怎写。哦，我讲我开发即个是要求讲，伫咱即个。 就要求速度就对啦，我的个性是急性嘛吼，啊所以你的速度愈紧，就愈好就对啦。啊，我第4个特色就是你会当拍语味吼，语味就是注音符号啦，注音符号啦吼。所以你咧拍这个时，你会使拍汉字后壁伊的挂有注音符号，也是讲你咧拍。 注意，罗马字后壁挂有汉字啊，会使拍这种方式。所以这个特色我咧唔知要小在同我先大家有一寡概念了吼，啊过来吼，要一个特色，要个结束咧啦吼。所以讲，这个输入法等于你咧学罗马字的功夫啦。你若你拍出来，你拼音嘛拍唔对的时，伊汉字袂出来嘛。 哦，你就知影毋对啊！啊，毋对要安怎你嘛毋知影。啊，你会使用问号进问伊，拍问号伊会出来，拢互你选。就讲我，啊，咧伫几声你毋知影咧，因为咱咧调分调嘛。哦，你伫讲话的时拢会变调啊，变啊你分调就毋知影。所以你写文章一定爱，咱是当作文字用，一定爱调分调。你要查字典怎我就查。所以讲，你拍问号。 伊就甲你讲，你所有列出来，你选啦。哦，你这我这条咱我有这概念了后，再来吼。OK， 迄个啊，我有开发足侪迄个工具，哦，什么话内底有一个台语的工具，华语你甲饲落变台语啦。哦，啊，即样罗安卡我下晡就我去新店，我应该。 我开发华语买当改台语，我本来袂爱创华语改台语的原因，就是讲，伫台湾你去册局你去看卖啊，拢总是咧华语咧册，啊台语了无。
台语那个叫为饮水同款嘛吼，所以我绝对袂用迄。哦，即摆我伫咧讲这台语转华语的时阵，有一个迄成功大学一个李云昌教授，因某是外省的嘛，伊听我讲了后，就讲阮翁的台语足水的吼，我想讲要用，毋知影伊讲啥个，看会当翻译做华语无？迄李教授就讲莫，其实我嘛袂啦，我嘛袂去安尼创啦。但是到即马，咱的即个进步到即个社会，咱已经台湾有一个语言平等法啦，所以大家袂当讲歧视你，袂使你讲迄讲台语，迄翻你都毋知影，爱发字的过来就是咱有把汉罗体会当饲的变番罗。番罗变汉罗，加上这种，汉罗语就是汉字面顶有标迄个罗马字，就是标读音啦，甲某同款。恁知迄个国语日报拢有注意嘛？迄就是用这个翻译，咱加起来创作台语安尼。过来有开发这个。汉罗语字版罗汉就对啦。本来汉罗是汉字面顶有标罗马字，正足侪人拢感觉讲，咱实在无需要甲遐汉字迄关系，尽量脱离，莫去互牵拖吼。尽量干那用罗马字就好啦吼。所以咱即摆这罗汉语字版就是以罗马字，我拄则咧，互大家看共款罗马字做主体，有汉字的面顶较标汉字安尼啦。我要讲罗汉较有法咧厉害吼，即个台积电正上行的台积电的研发部的经理吼，我迄个新竹的对一间教会长老啦吼，伊足用心去创这台语，我一直都拢甲伊有伫到地去做遮个代志吼，而且开发一个迄个Google Translate 各种语言拢会当对应嘛吼，而且初步从台文、华文、英文、日文、甲韩文、韩国话，这韩国话嘛足济啊吼，拢会当对应。这嘛成功的时啊，甲咱就会足方便的。甚至咱若其他的这以外的语言，就讲双语，伊即个写来咧读五路话吼。你会使用五路话甲 Google Translate 甲翻译做华语，了后你再用华语翻做台语，共款会通啦。咱去台语共款，台语甲翻做华语，华语再去翻做五路话安尼。即你来，即个原则逻辑，咱知影是会当变化足济啦。第一个，咱手机的，我即摆讲的事情，我拢讲电脑啦吼。手机我另外一个拍台语的，伊嘛拢我遮摕这数据机，创咧，即个种少年的啦，种比阮查某囝较少年，你开发的电脑足厉害嘛，伊就是讲有这第四代因去开发手机的，派台语，拢会使用的。毋过这内底，我拄则讲遐第7无啦。你知影手机的功能有限嘛？所以有人我太太常常拢爱用手机啦。手机有原本就无迄个功能啊，你就爱用电脑嘛吼。毋好干那讲靠手机啦，手机有时手势看了目睭嘛袂歹个吼。OK， 我再过来介绍即个信望的资源吼，安怎要学习？台语信望的，我问足济的台语老师也是写，我讲恁调的是开始安怎学，你讲老信望的网站，面顶有足济教材的啦，咱会当去看吼。恁安尼，我较爱即个母语拢共款，所以我嘛创客语信望的，咱遮有客家人无？有客人，客家人，无？有OK， 你这出来，你客语信望的，台语信望的，我介绍台语信望，内底有诶物件，客语信望的拢有啦。你拢会使去用吼。过来是斯罗安信望的，斯罗安就是阮西罗啊吼。咱常年教会，即个有即个做即个问题时间嘛吼。迄当时是我做长老的时阵，主
的时阵开始啊吼，啊，落一直这20年来吼，感谢上帝的带领吼，啊，因家己拢有安尼，我甲讲师因拢听有吼，讲你爱靠上帝吼，毋好靠人诶，啊，然后因拢今仔发展甲家己拢有法度安尼来，啊，因迄个礼拜，上年教会礼拜的周报，拢会印钞20几份的点字的周报啦。所以因迄个圣经圣诗，就咱靠这个网站面顶写落来。所以你若有趣味点字、家己点字吼，我种这吼。啊，我常个话来讲，这个最近出版这本书哦 ，OK， 我这个差不多10年前的款啦。迄个咱双年教会这个蒙人的基金会成立10周年啊，几周年我袂记哦。啊，有叫一个大豪出版社来甲写一本册啦吼。啊，当时来采访我嘛，因为这我开始主动的吼，就叫我嘛爱甲这个故事写出来。啊，所以我这几年早袂甲写出来咧出版吼。这是台语甲华语对照，所以你会晓华语嘛？啊，你这读另外一边就是台语啊，哦，咧对照的吼。这叫迄个我有送咱班长一本啦，你会使甲借来看。啊，但是迄个摕出来，我送你一本。哦，这张落去当时大家拢斗甲手对的。所以这本册，等讲会使讲头一本台语甲华语对照，哦，啊所以伫迄个网络面顶迄个啥物册店拢也是普通册店拢会当买啦吼，俗俗啊尔啦吼，啊希望大家家己买来读吼。好，啊讲到遮有问题的请举手，你较想要爱知影啥物物？这本书点要台湾发行的啊？啊？这本书点台湾发行的啊？是这本点倒啦？对，啊，怎歹势我？伫台湾发行的。啊？在台湾发行的。对，这最近出版的。哪对19啊？三峡啊？用的。大好文化出版社嘛，迄个出版社，伊足甘心的啊，伊拢自己关心作者团队啊，所以双年教会即个盲人基金会迄本专刊是伊来编的。啊，伊就交代讲，伊就甲我采访完了，叫我讲我的即个过程嘛爱写出来啦，所以我将这个过程用台语甲写出来。啊，伊讲嘛迄个华语的人嘛爱知影嘛吼，所以伊甲翻做华语。啊，两个对照啦，是安尼啦，啊，所以咱拄仔开始学的时阵，会使为你先，若毋知台语意思，你再放华语的意思，哦，啊，你就较会清楚啦。迄伫迄个，啥物报考来，网络面顶拢会当买着报考来，200通考尔。好，啊，佫要有啥物问题 ？OK， 好，咱对这事情我较趣味啦，吼，咱先来看这事情啊啦，吼。所以咱入去台语信网的网站面顶吼，台语信网的网站伊有3个入口啦，哦，上面顶迄个100千块加教育部。有人有教育部的台语拼音嘛吼，这入面内底所有的拢用教育部的，互你读啦。哦，迄你拄则有一个教会讲爱输的，迄一个青年就来问我，讲啊你入面拢是迄个教会罗马尼亚伊学的是教育部的，我讲咱无教育部的，我讲你入门你家己就入唔着门啊，你入门你为教育部入着教育部，啊伊即个。标字就是咱本来罗马字的，吼，啊，这问题足济嘛，吼，啊，即个咱标字罗马字是迄个传教士来下问，因发觉讲你要学汉字足困难，所以就创一套即个标字的这个系统。
伊当时因就感觉讲汉字是一音嘛，伊要甲连起来啦，互伊连起来变做一个意思嘛，变做一个词啦。所以伊甲迄个海粉，迄环伫国际上英语啊，其他国家语言，迄是连字符，两个字要连做伙，要甲连做伙的迄个符啦。所以我白话字的圣经去美国送个牧师，伊咧收藏，就看了讲啊，这甲恁的话，恁的语言啊，太拢全咧海文啦，太遐侪字啊，阿美利加是一字啊，美国是一字啊，伊伫下骹就搁就来，美就来，这只外语的啦，国际上种外语的啦，所以我足感谢就讲，我一生我伫行即个去行我的路，我有拄着两个我上敬佩的人哦，一个萧乾文牧师，就是萧美琴的爸爸。哦，我是安怎甲伊熟悉？因为遐年纪较大的，阮的牧师袂晓补，我开发即个路拍一个拍一个，所以大个迄个美国北美教遐，每年的年尾拢叫我去教，4个去教，所以甲伊熟悉啦。熟悉了，伊讲伊退休了后，伊讲伊做一世人的牧师，拢用外国人的圣经，下门话是外国的嘛，所以讲，伊退休了，要甲迄个下门话自随颂两条话，我是拢听无到，无过无几个条，要下门话，要甲改做咱的台湾话。其实我伫4末的网站面顶就一直伫行这个路数。我就发现讲，我伫少年教的，我是第一代去头头嘛吼。我记你思维嘛是共款啊，150个啊。谈啦，电讲毋知意思，自追，你是自追，你知影啥意思？自追是似水嘛，似水用英文就叫自追啊。颂扬，你好野人，真侪颂扬人。善家人有创标啦，所以遮个长老教会内底教会会主张讲，就爱开台语国语堂，迄较是有影。迄个第2个我所讲的，讲是迄个百家厝吼。咱的祖先留来遐好的物件，你要伊讲遮个少年的听无台语，毋是讲在听无。讲较实个，伊是听无下门话的台语，伊若台湾话台语拢听有，听有。哦，较是有影，我带朋友要来听道理的时阵，讲面顶讲菜我听有。尤其是中南部，咱有一个叫梁淑慧老师，你毋知知吼？迄个台语的，迄个读个博士，叫你教，老师叫你教。有一届去迄个台中的。教师，台语教师的训练营去讲讲课，伊嘛邀请我去讲这输入法嘛。我在下骹我听伊伫面顶讲的时，下骹的人就讲：老师，迄毋是台语。甲我是啦，迄是台语啦，自随伊讲是台语啦，人下骹讲毋是啦，对，自随你绝对听无的啦。所以讲，这个问题吼，这萧正文牧师伊足清楚的，伊做一世人牧师。所以就到阵来创这创专门台语圣经协会，搁出版圣经，阮出的甲圣经公会出的无共啦，绝对无共啦。阮出来了后，咱紧张到要死，阮超将老师你甲安答，你免烦恼，我绝对袂做甲你共款。圣经公会到即摆还我咧出下门话的圣经啦，伊咧四文家己袂讲写，讲了原谅的下门话啊。当然，自随颂扬就怀无去啊，但是要是做人，伊拢讲做人，做后嘛是做后，所以这个问题，阮即摆萧正文牧师就主张讲，咱一定爱用咱台湾的普遍腔，一个族群的语言，一定爱选伊较侪人讲的。所以台湾目前为止，教育部统计调查是以高雄市做中心的中南部腔，
就是即摆咱的一般的通用台湾话，所以中南部的人请也少。OK， 你若读全面台语圣经，你会读到足欢喜的。我顶面顶网络面顶嘛有声嘛，你会听着足爽快。袂使感觉咧，走咧去讲笑的，唔知啊。所以这个语言，台湾就是受到国民党的国语政策逼甲咱无正常的。哦，啊，这肖像牧师伊就甲我，就我嘛是有甲过啦吼，但是伊咧带领，还佫一个叫大英长长老，由台湾教会史的专家，大英长长老住伊隔壁，伊共款啊，伊袂晓即个波啊，但是教会史的伊拢爱拍汉字啊，伊就无法度啊，就拄着我就甲教这啊，教了了，我教迄自然思考吼，我就讲上联教会，吼，迄四字的字母走我就出来哦，伊从 S 就上联教会吼 ，S 后壁所谓 S 足济啦，伊讲伊遐遮方便迄去找。其实咧袂较紧吼，因为你作字出来，爱快咱去找，就较毋知啦。所以我伫迄个波士顿嘛有迄个教务委员会，拢会去2年一届台语的课，叫我去教的时阵，我就讲，伊讲迄个阮长长老嘛，伊讲就话去听，80几位，话去听嘛。去的时阵，我讲。我来请即个咱白话市的即个选手哦，来拍互大家看卖啦。爱去第一句话就讲，林俊良的新闻来说实话足好，毋过我会比伊讲较好。伊讲伊拢用自然思考啦，所以用自然思考，拢伊要爱伊拢要拍得足紧，算足紧啦，有伊的方法啦。所以即个。所谓自然思考就是个人化 （personalized） 的，个人为你照你的需要去创遐个思考。哦，你有要啥个？你刻意，我拍刻意，你嘛会使创咧差不多一个啊。啊，我这样是家己刻意的，爱选。哦，我拄仔佫讲咧，就即个无联由啦吼。所以大英长长老甲迄个肖像牧师拢主张讲。咱一定要做代志哦，爱革新，爱进步，爱正常化，爱行向正常化。即个海份无正常，所以台湾有啲正常，你讲呾？台中、台中，中无一块啊，但是白话字就变一块啊，吼。中山北路，去看的人是伫连字用的。咱摕来连音，这就无正常啊！安怎叫连字？迄个花多引路，牛人，花的字，引字路，花多引路，这中爱培养的，哦，迄个布拉多引路，是即款的两个合起来的，一个意思造出来去看。若无普通的字。拢啊字尔，你看英语拢字尔，袂讲迄个话遐尔济啦吼。所以即两位前辈，我拢讲生活伊是智慧的前辈，哦，拢教我讲着爱革新，爱进步，爱迄个正常化。所以社会无所底啊，切健康的安踏，讲你咧烦恼，阮会绝对袂甲你共款，吼。恁就讲一定爱照原来的问话，所以伊的出版迄个嘛是迄个参考嘛，拢照下问抽啦。OK， 到这有啥问题无？我想希望大家会了解我讲的意思。有问题你紧问我紧嘞。无问题好，安尼比较对。OK， 安尼好。是安怎咱台语要讲好做闽南话？我是足无介意讲台语讲做是闽南话。哦，这电话是电话边，你甲这无关系，已经渐渐会改。所
所以台湾去哦，台湾若去用欺负甲遐严重，甲即摆遐安尼。心愿的，讲实话，我台湾人最爱讲伊的话。我讲，你讲伊的话，写伊的字，伊食你够够嘛？即摆你看迄阵人都伫啉食你够够。所以我讲迄个高阳迄个啥山丘迄个啊，伊外省囡仔呢，伊就我年是用台语呢。啊，所以伊去就惊你，毋然你看卖啊咧，伊惊你。咱最可惜就是即个蔡英文，国民党先啊遮严重，伊落了后，民进党就是安规个拢讲国语，啊，遮迄个罗秋文渐渐来恢复倒转来。啊，这咱大家做伊的背景啊，哦，毋是爱靠伊啦，咱家己爱行这条路线。OK， 咱来看这个事实法咯。台语工具这段哦，这段拢台语工具啦吼。第一个罗汉卡的咧，恁会使去试看卖啊，哦。啊，找台语，哦，这个用迄个手机。拍台语，哦，拍台语了，下骹有一个台语转换工具，这就是华语转台语，汉语转转落一个，恁就会使去试看卖啊，吼，今仔可能无遐侪时间讲遐深入咯。即个你甲，这足简单，你甲试落了，哇！你甲我说讲，结果要阿边啊，阿边这边伊主要来甲我全部讲到落，是什么反正就无网络啊。无网络。但是爱我只好用我的手机。我转来一个月拢爱去买一个月吃到饱。OK， 叫阿边来从个进来，我这要找到来个哩嘛。我做啊，我即摆做即个几啊，我迄个我用伊遮会较强。切头无机，我哋久无用了解。天线 OK。哦，你甲起这个离线作业版，伊就会甲下载咧。你拄则看哦，已经就下载落来啊。哦，啊，你去你的登录的有影。去下载有影，即个，哦，我创第二个，即个你甲拍开就是啊。哦，伊就所有的工具拢出来哦。啊，内底有一寡说明书哦，甲早前的加减会使用啦吼。啊，你要作业的时拢爱点 VAT 啦 ，VAT 嘛吼。哦，啊，你若像讲 HG 就是华语转台语，你华语转台语看卖啊。解压缩全部，爱请解压缩啊。所以小朋友，你紧学晓，你转艺术啊，会算到足趣味哦。OK。
即摆台语你面顶华语哦，华语因是讲风台嘛吼，啊咱哦，你面顶拍华语，爱甲全部转换，伊就变台风。哎，这我话这个暂时毋知对，我来用我本来的，卖哦，恁知影安尼登录落来后，要用的时阵就会使。OK， 哦，这内底。你，台风啦，即个我面顶就拍唔着，爱拍 TAI 台嘛，T 哦，咱要拍的时阵 THAI 台嘛，台风。我昨日啊半暝才转到台南吼，啊残过起来，啊所以头家啊话哦。你这是国际叫做台风嘛对，哦，你甲看下你饲落，伊就变风台啊，哦，公鸡，哦，公鸡，公鸡。哦，迄个鸡公。哦，自动的，所以你即摆你若有时间倒去，你1篇文章啊打，规个替你转。啊，若转无过吼，你家己会使增加。伊华语的部分，你看啥物话，啊，你台语要叫做啥物话，啊，加速骗你，伊就会转过。哦，啊，有一个加速不转，哦，我所有的汉拢啊改作假，吼，啊，所以你若共和国的时阵，伊会变做共甲国啦。所以你共和国，即个你就会爱去甲共和国爱加入不转，就是讲即个河共和国的时阵袂转就对啦。啊，若无伊会甲你选做共甲国去啦。哦，啊，你等于有哪饲有哪创哦，等于随我。哦，啊 ，OK， 即摆即个。这是华语转台语哦，啊汉罗转转罗，所以像我讲要拍台湾人哦，你拍 TOL， 你就台湾人出来，哦，我是台湾人哦。哦，伊就变做下骹变做罗马字啊嘛吼，我是台湾人，哦。啊，罗马字转汉字的嘛是拢会使的。啊，即个鲁味的哦，我先讲迄个。鲁味的是伫下骹遮，哦，这鲁味的，鲁味就是汉字面顶注音的嘛吼。你甲试落，伊个鲁味即个伊做即个网络的语言，这网络的语言你爱 copy 去网络面顶转。这网络面顶哦，工具的内底有一个鲁味线顶形成有无？哦，有几个人已经差不多真有趣味哦。你甲答落了后，你甲submit，有无？我是台湾人，汉字面顶会加罗马字啦吼。啊，即摆问题就是讲，我的时阵是一句的头前你爱大写嘛吼。
所以你一食的时阵，你去甲改做大小。OK， 哦，安尼面顶就是我是答案啦。哦，这是汉罗啦，汉字迄个汉字。啊，这咱来看罗汉哦，伊这是照翻来后壁有一个汉罗，伊会对换的哦。啊，汉罗的时阵，罗马字迄个汉字尽量无较细，你会使创白就会使哦。有无？这是罗马字为主，啊，面顶是注汉字，互你知影意思啦。哦。哦，安尼讲来伤紧，哎，有问题你就随举手啦。啊，等于你落去试，你就知啦。有哪试失败无要紧吼。我做遮的物件已经失败遮一个，啊，早有今仔日安尼成功即个，这是迄个我10年前就创这鲁笔出来。啊，成功大学张玉文教授叫我去演讲的时阵，了后甲我提起一项代志，就是讲，咱用台湾罗马字为主啦。哦，台湾罗马字啊，伊本来是波的设计，迄个罗马字拢足细字的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即个代志我一直伫10年来啊，阮咱试甲，即马早成功，即个讲会当迄个罗汉鲁笔，哦，所以你只要做老师，要做老师要去做教材的时，拢会当这条方做。其实即个物件哦，伊还袂做的时哦，做一个方法啦。哦，你看迄个，这内底恁敢捌去甲试一个钟？这个钟就是注音符号啦。哦，我这有无？其实我、我、你我，甲改做我。无，即个创伫边啊，咱来甲创伫面顶正中央的。哦，伊的注音符号哦，有对齐方式有无？右侧垂线，你甲装到中央，适中，哦，中中。哦，伊就是我啊。哦，啊，这我足细字的哦，你我来当调整这细，你甲调整较大个。哦，我还咧较袂了解，所以其实早懂即个物件，但是伊这要一字一字的哈。啊，我迄个工具会使规篇文章啦，你规本的圣经嘛拢会读啊。啊，伊个时间尔，你要困之前甲饲咧4天，叫伊甲创作录音版，甲饲落去困，听了再起来就早算。哦，所以电脑的物件哦，咱若会晓好啊利用哦，有真济对咱真有帮助啦，帮助。有问题无？啊？爱摕手机无多用者，一定爱用电脑。啊，少年的拢爱手机。我足袂习惯用手机啊。手机主要也是 iPad， 主要是互你看，互你读啦。伊内底足侪功能无啦，哦，遮个功能，伊内底就无装啊嘛。啊，拄则讲你嘛转无过哦。你去转无过的时，你会当共阮位遮落去加，哦，台语字使，哦，啊你的鲁笔你着爱创网络版哦，网络版的时你着留一个。
是，我是拢家己制定词库内底创一个哦，创一个从我即摆这伊迄内底足侪大大细细哦，看袂出来。我拢是制定词库一个鲁比 R， 伊就走即个出来了。哦，就是汉字的部分，你甲改做汉字，哦，看你要创啥物来哦。上年教的哦，你后壁就甲迄个上年教的标字出来，哦，相连是一字啦，一个地名嘛吼，相连哦，哦，所以我即摆这数字拢改做无迄个海份相连，教会，普通上连教会伫原理，咱是拢罗马字教会原理的，所以教会。教嘛是爱迄个大写教会。这书是我捌用过啦，这了手，拢了毋捌咯 ，OK。哦，你著有哪饲后纸转来先咯。哦，上年教会，上年教会因为迄面顶足长的嘛吼，所以上年甲教会上好甲分一家出来。你着遮，上年教会，哦，这边就是台语啦吼，啊这边就是甲即个拄则迄个创的吼，我已经有啦。我无要搁创嘞，啊！你来搁我记就会使。所以咱来看即个，伊创出来即个。哦，双连教会，哦，双连教会，来看一路看。啊，你若照原来的哦，照原来是迄个汉字甲双连教会。所以我小可介绍一下即个网络吼，即个专门台语圣经，即个就是迄个肖建峰牧师他做的即个专门台语圣经也要出版的，吼，即英皇出版社出版的，即你要，伊有互你读就对啦。伊有即个文字的吼，哦，下骹第2个档案，第3个档案你会当下载哦。啊，即个直播的功能才要有。速度天端28章，鲍罗伫neu塔岛，阮上花了后，才知迄个岛屿叫做neu塔。当地的原住民真亲切款待阮，因为当时落雨。天气搁寒，伊就起火甲阮接待。鲍罗抾一杯茶翕落去火里，因为火热有毒蛇钻出来，煞医疗无去。阮厝边拍着去买毒蛇，伊的手就互相讲，一个人一定是一个善良人，虽然对害人抾着性命。毋过天理昭示用因义外，鲍罗甲蛇去火里，伊家己无受伤。阮就拢对手进起来，但是忽然间真係好开心。毋过伊气头一久，因翻译是因就是用台湾的腔口啊，无用英话啊，迄种是。因有读册，啊真可惜就是讲，天主教即阵人拢台中人较济，所以白话字，含话圣经是台中腔，哦，大家来听较有啦。啊，其实嘛真我用人做知道，这含话圣经，伊出来了后拄啊好，迄个宋楚瑜国语政策，叫你。教会袂使用白话字，禁止啥有，啊，甲咱的圣经有手去烧掉，啊，落去有这个桶，都发现出来，
上告。这就是红会圣经。这本圣经已经就知影，这个无出版。啊，但是我即个来啦，即个人拢会去找啊，啊，结果去找出来，啊，所以就我就叫人拍来，啊，就甲收网啊，啊，佫有人读啊，这嘛是读啊。即个读即个人就是中华有一个关怀电台，迄就是周清玉甲姚嘉文因办的。迄一个播音员，啊伊拢伊讲足爱读传地话，所以伊甲巴结咧，伊拢读白话字啊，巴结咧圣经读好了后，啊送互阮做上网，啊红会圣经伊嘛有啦，所以这你读的人，你甲听，拢差拢共款的。第13章第1节，但迄日耶稣出门，去到湖边得坐。因为有真大阵的人聚集来伊遐，伊煞着上船，坐伫船内，众人拢徛伫岸里。耶稣就用譬如教示因真侪代志。伊讲，有一摆有一个农夫出去夜种子，伊伫夜种子的。啊，对我教会迄个传播中心嘛有啦，我嘛。啊，这个我伫讲这个专门台语圣经哦，啊，为着安尼，咱台语要甲有咱的主体性哦，啊，所以阮甲创作一个台语的网站啊，叫做专门台语圣经 CTV。我是为着艺术家，还有人会才会体验明白。因对保罗讲，原是你的代志，我毋捌对犹太。OK， 好，所以你上好是来这个 CTV， 大家别再等等 ，CTV 就是他们台湾的 Bible。这个就是用迄个专门咧，用中南部的窗口读的啦。这共款你会当传你要爱的迄个版本哦。所以你这我缅甸就是不用嘛，哦，你选这专门的全罗、汉罗，你拢会当选，哦，白起的嘛有，啊，甲英文对照的、原文的遮拢有的，越南话、日文、罗西遮无版权的，圣经讲话无版权的，我拢放遮啦，有版权的音无你放啦。迄个以前迄个罗志明牧师教我写的，伊伫教会。介来教会做礼拜主的，伫教会内底甲我教导，你若上网，我要甲你过啦。对吧？啊，咱后面遐侪字哦，圣经讲的你出版的物件，啊，逐个袂使用哦，这个足无合理的。啊，你话法律就是安尼啦，无要紧，咱就头食步。你若要爱迄个遐个部分，你就爱去信望爱的圣经，哦，迄更较复杂，所有的拢有啦，是遮的。所以咱有学本，有红会圣经，哦，这拢无版权的，白起你这嘛，拢超过60年无版权的。专门台语圣经有一个革新进步跟正常无碍。咱台语的圣经拢用华语翻译的耶稣，人伊的名是耶稣。咱甲台语变做耶稣，共改名，啊，阮拢甲倒转去啦。所以你若读专门台语圣经是，会读耶稣，哦，袂读耶稣啦。哦，这就对耶稣足无出奇。如果人叫我林俊义，我绝对袂用的啊，一定要叫我林俊就好啦。哦，这是人的基本，你爱照这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咱这个
阮就会有出版真个连续的册吼，这拢是甲原文的名，咱尽量下伊原来的音啦。哦，介绍正常啦吼。OK， 哦，出我来久啊，咱等下再甲你。这边叫有一个输入法哦，拄则讲了嘛吼，有一个词典，家己做词典，这个就是10几年前我学晓台语的时阵，那个李强教授讲，这是台湾目前收集上全的各种腔口，伊拢有收集落来。所以伫这内底有其他腔口的。咱伊个台语的时阵，因为即本台语图册是本是来编的是迄种是厦门话啊足强的啦，所以伊也是拢厦门腔。你若要咱来国语腔，你就爱甲解讲其他的腔口去查，你就拢查有。用汉字查，用解释查，用闽南查，拢查有。这等于恁有时间的时阵，家去查看觅。这有一个特别介绍，就是使用星号这外卡这个，咱普通书店去查，拢是为第一字开始。鱼、鱼钩、鱼线、鱼。咱讲台湾有这种鱼，迄个鱼拢伫后壁。所以咱就爱用这个方法，甲打鼓，你个汉字，迄个有一个爱拍一个星号。再拍鱼，台湾所有的鱼，伊拢会伫后壁。你伫查字典的时候，你毋知影伊后壁有啊。所以真侪人要研究台湾的物件，来这书店收足济啊。红家鱼、红膏鱼，这咱即摆拢毋捌听过，这拢有啊。红鳝鱼，遐济鱼你看哇，有操死！有鱼、膏鱼，啥物鱼足济啦。所以恁若要查字典，来遮查。你迄个手机的有迄个找台语，共款有收。有甲我提4、5号了，但是伊无伫更新啦。我这开放了，我招一群人，你着去用。伊当是我家己一个人发的，佫无人教付哦。较早有中央经济院，伊讲即本足好诶，叫我甲伊合作。所以我甲伊合作诶时阵，就是讲伊有创这个原车扫描，这个就是原车就是安尼，用日文解说，用日文注音。用卡拉的音注台湾话就对啦。我拢有，即个文献足济，因为我做这个时阵，我有甲创迄个对照表，伫迄个有无？做嘛做诶？拢有一个，我有一个台语，伊叫迄叫另外一个系统叫卡纳，日文卡纳的台语啦。迄个文献足济，我遮拢渐你甲创过来哦。所以咱若有时间会再去看。讲我即摆已经创台湾语法，台湾迄个台湾语的研究这。这跟我台文的文法啦，爱用日文写，我拢翻做台语嘛，所以伫网络面顶拢有，恁若有时间会当去看吼。还佫一个台湾语言，即马即个咱的祖先的地位，都伫咱的俗语内底啊，这内底拢有啊。所以你会当去看的时阵，我才当你整理的，已经有5分之啦。
我拢甲翻做台语，互咱会当来读的。OK， 剩2分钟，好，大家问我诶，有问题无？因为我安尼看时间哦，到现在我袂当，即届袂当做诶。有无？我若无明年再来啦。伊讲叫我明年先讲诶。我10月中到11月中我会伫台湾。明年再我联络落来。OK， 好，多谢。